緬甸中部發生7.7級強震，震源深度約10公里，曼谷震感強烈。地震導致乍都乍市場附近一棟正在建設中的30層高樓倒塌，目前43名工人被困，當地救援隊已緊急趕赴現場進行搜救工作。由於建築物嚴重損壞，救援進展困難，傷亡情況尚不明確。泰國政府已經啟動緊急應對機制，並提醒民眾注意餘震風險。有關部門正在調查事故原因，並評估地震對其他建築的影響，希望不會有更壞的消息傳來。